观众朋友，较早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来关心，伫昨下晡3点外，花莲市上精华的地区公园路金三角上款发生大火，有7栋建筑烧起，火势一直到暗时10点半才拍花。花莲市的公园路昨日到3点半发生火警，有80年历史的第二道花店大火，倒厝边也有第一运行。好在在警消甲倒边的火势挡掉，火自公园路烧到中山路，总共7波大火。花莲县消防局出动40台水车，180名警消来拍火。不过因为大火这寡建筑物拢是联动厝，消防人员无好布线。现场的消防栓因为同时接伤侪管线，造成水压无够。要有请自来水公司到3工加发，互救援工作会当继续进行。每一辆消防车其实它都有备水，那我们也第一时间跟自来水公司联络，请他协助周边的部分这个因为有中山路和公园路2条水，所以请他们在进行加压，让我们的这个扑灭火势的部分能够顺利。因为搁拄到双十连假，市区的人车拢真多，经常由防火线甲附近的路拢封起来，市区的交通规个拢拍干。火伫下昼6点2的时阵，大部分拢拍花。只敢若做运动用品店4层楼铁皮厝内面的火还阁翕掉的，救灾人员继续喷水降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有报道啥物大代志。首先是联合报，世界卫生组织流感疫苗选址比往年延后1个月公告，嘛来影响全球疫苗供货时间。今年公费疫苗延到11月15开始注射，第一阶段是国小到高中学生以及医师人员，一剂保护力至少有半年的时间。自由时报，国内劳动欠工严重，劳动外劳对5月开放申请，到现在已经有23件得到会当请工的许可，但是半年以来，只有1位劳动外劳透过转介成功来台湾接头路，申请的手续非常复杂。中国时报。中美贸易战总算有初步结果，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国同意增加购买400亿到500亿美金的美国农产品，都答应加强保护知财权、开放金融市场以及确保汇率透明。来关心强烈风台卡奇贝伫昨暗7点外对伊豆半岛登陆了后，各地拢传出灾情。根据 NHK 统计到今日透早7点的资料，哈奇贝总共造成4个人死亡，106个人受伤。哈奇贝风台嘛伫通过日本了后，已经减弱为轻度风台。为着抗议实施禁和平法，香港网友昨发起反对禁激法游行，示威民众沿路经过警署时阵，佮话讲要解散警队。不过，香港反送中抗争即阵要争取国际支持。美国总统川普说讲，认为即马缓和示威已经较缓和，香港的问题会当家己解决。数百人伫个尖沙咀钟楼广场画挂有权挂翠安，和平无罪立法部立顶口号，抗议10月初5实施的禁和平法。香港网友12日发起反对禁激法游行，要为尖沙咀行到深水埗运动场。其中经过尖沙咀警署时，群众大喊解散警队，警方举起拿旗，警告是非法集会，佮举长枪爱示威者唔通留伫遮。游行中途有示威者破坏走顿站监视器，并且用钢推拍破钢铁站的玻璃，要留大人到湾仔警察总部静止。香港示威情势未平静，不过美国总统川普11日北京宣布，美中成功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同时，表示香港示威已經緩和真濟，問題會家己解決。Really has toned down a lot from the initial days of a number of months ago when I saw a lot of people, and I see far fewer now. And we were discussing it, and I think that's going to take care of itself. I actually think this deal is a great deal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see what happene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positive thing for Hong Kong.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1暗时伫面册表示，过去施政报告爱做好保密，不过今年考虑到情况特殊，局长伫伊发文进前应先公布会面的新措施，一度传出伊无要新选举，可希望下礼拜3应顺利进入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互当日立法会维安是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到香港警察证明，前几日伫香港附近海峡渡水死亡的民众是15岁真够受水的少女陈雁玲，不过外界怀疑伊的死因无单纯。11暗时，伫香港上水有数千人提蜡烛甲火，甚至有人举林湾大细标语，哀伤悼念顶个月1日失踪落海少女有幸见证陈雁玲，被指捌参加反送中示威的15岁少女，伊的尸体日前伫将军澳附近海边被找到，不过死因疑点重重，被外界质疑他杀甲警方涉案的可能性。遗体煞被火化，香港警方表示少女死因无可疑，冇一啲可疑嘅傷勢傷痕，亦都冇被性侵嘅跡象。佢學校嘅一啲閉路電視裏邊睇到9月19號嘅晚上，我哋見到佢將自己一啲財物就掉低咗喺校園裏邊，跟住就赤腳向住海濱公園方面就行咗過去。咁所以我哋認為情況同背景係冇任何可疑嘅。到9月7日，香港已經發生108件自殺案件。網友收集資料後發現，香港自8月以來失蹤甲自殺事件增加，予人懷疑背後原因無單純。因為真濟反送中示威者攏是學生，最近有較濟學生被掠。香港教育局長楊潤雄佫提醒學生唔通違法。表唔表態咧係一個個人嘅選擇，唔應該逼任何人，包括佢校長咧去做一啲政治嘅表態。大家可以做一啲理性嘅討論或者理性嘅分析。經過了解，香港當局公布6月以來執法情形，有2379人被掠，其中有750人伫18歲以下。對楊潤雄關心香港學生領袖控訴，警方會經人掠，故意掠少年人是甲白色恐怖，安尼行為予人心真痛。記者綜合報道。選舉新聞，總統蔡英文昨去台南參加特產嘉年華活動。蔡英文呼籲選民愛用選票向全世界講出守護台灣主權的意志。雖然目前的民調蔡英文攏是贏過韓國瑜，不過前總統陳水扁講未來可能閣有變數。18名台南市議員加8名里長，在地各界代表到場歡迎總統蔡英文尋求連任。台南校園區中道角牌，蔡英文也提出20多分鐘訴求明年總統大選，用選票守護台灣主權。來用票，我們的投一張票，我們所有的票，用很多很多的票來告訴全世界人說，台灣人很在意我們的主權，很在意我們的民主自由。最近真濟民調也顯示，蔡英文領先對手韓國瑜，不過陳水扁佇面冊提出，假使明仔選舉蔡英文一定大贏，不過實際上到選前存在4個變數。第一，泛藍選民無表態，比例是翻了2倍，韓國瑜支持度成長空間大。第二，國民黨目前也是佇未整合的階段，假使整合有15%到20%成長空間。第三，選舉到尾啊，假使兩人差距減少，韓國瑜看好多會起化學變化。第四，前副總統盧秀蓮導致選舉，也影響蔡英文的成敗。台南人是上支持咱本土政權的啦，所以咱台南咱攏總有幾席，即嘛有幾席啊？即嘛有5席，但是不是台南的5席，我們都全力打。這校園會長的郭信良本身也是台南市議會議長，伊強調蔡英文要佇台南摕到全國相關票，台南真濟位民意代表也力挺蔡落配，有信心兩人若是整合一定會贏。記者綜合報道。另外傳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可能會請假拼選舉。韓國瑜的太太李嘉芬已經開始造選，昨佇台中甲彰化拜票。在支持者包圍之下，韓國瑜的家後李嘉芬來到台中參加新北回北區競選總部成立，群眾熱情發加油，現場四界攏是國旗。而李嘉芬一上台，表明家己就是代表紅賽來出征。
我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到处就是能够一一来向各位道谢，所以我今天也特别的来帮国瑜到现场，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对国瑜的支持。虽然韩国瑜无来，李家芬代表规工中部走透透，拜访台中甲支持者博感情，下晡也连续走了中华军乐景公庙。韩国瑜下晡分头进行，争取上大选民的认同。而韩国瑜这边请假展开竞选行程，只是党内也有待整合。另外，安怎挽回马英九甲郭台铭的支持者，也是一段课题。不过，这阵韩国瑜民调输1成左右。韩国瑜定也有信心，10月底民调会又回来拍后边。11月中旬黄金交车，而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是提醒要有规划甲做法。他也要有一些作为，然后按规划往前去迈进。所以你也不要说黄金交叉会在哪一天，大概当事人会比较了解一点。对着有媒体进行网络票选，结果前台北县长周锡伟被列做副手人选第一名。周锡伟12日出席立委参选人新北市议员陈明义新增服务处时阵强调，自头到尾拢无所求，无甲韩国瑜讨论过副手这件代志。不管副手人选是什么人，只要人选出来，就会全力来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国庆连假，台北市长郭文铁伫北部走辅选的行程，替民众党立委参选人邮票。不过，郭文铁提出的立委候选人选区有袂少拢甲民进党相谈。民进党主席杜英泰就讲，郭文铁是挑工要报复。国庆连假，台北市长也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辅选列车伫北台湾移走。12时来到宜兰，下晡伊阁到台北市立委第7选区上信区被推派的蔡宜芳来邮票。面对三脚岛，国民党、民进党基层实力坚强。郭文铁讲，希望予少年人机会做代志。不过，烦恼大选投票率低，政党票冲袂出。因为现在有看，如果草包、菜包。大家出去投票意愿都不高所以到时候会去投的都是那种胜利深蓝的。相对来讲，就是说会投政党票的会特别去投民众党，恐怕这个到时候百分比会下降很多。我是怕这个。面对民进期为了将政党票批评弹桥提高网络声量，郭文铁无安尼认为，更加对民进党主席杜英泰讲不服性提名真不可取的讲法，甲算回去。虽然我是外科的不好意思给他那种精神科的诊断，那被害妄想，对不对？如果有对我们有不公平的待遇或是不正当的指责，我们都必须要强而有力的辩护，但是我们不随意恶意去攻击任何其他的候选人或其他的政党。民众党目标进军国会，若是声势看好，可能冲击民进党政党票。传出民进党采取7分拍韩国瑜，3分拍郭文铁。郭文铁讲应该是颠倒兵。郭文铁领军的民众党抢攻立委席次，除了求中间选民的票，也要学国民党、民进党的票，要伫国民党甲民进党中间来找生存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屏东车城一间海保车出租业者，1个月前有3台海保车着贼偷，部分是零件被拆走，到现在还未破案，想袂到伫昨日阁有5台车无去。留落来几台沙滩车零件互拆落来偷走，其他嘛几台搬去。伫屏东茶城海口的这间沙滩车出租的店面，11号半暝有人偷偷入来，唔单是偷沙滩车，相关的设备嘛互偷走，也是破坏。着贼偷是我有聽莊內人咧講啦，伊無住佇遐，所以講因經營我唔知，我是知足久無咧做，但是暑假有陸續來做休安啦。厝边讲业者最近无啥经营，嘛无住伫店内，可能因为无人顾才互偷。董事长无愿意出面说明，敢若私底下讲，遮尔大规模的偷车，毋是第一件发生。1个月前嘛互偷走3台，并且破坏部分的零件。这支遮尔大台的沙滩车互大量偷走，相当规模无细。为什么到即马连第一件的案件，警方阁无办法破案？他来所报案却不知道他案件发生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依照他最后发现的日期来调阅周遭的监视器。警方表示，因为业者有一段时间无经营，发现的是无办法确定红偷的日期，因此到即马搁咧扩大追查，未来嘛会加强暗时的巡逻。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外送餐点到厝的服务真是行，不过外送员的安全敢有保障咧？70伫桃园发生外送员不幸和货车弄死的意外，嘛引起大家对外送员职业安全的关注。
10号暗时，伫桃园发生食物外送员伫送食物件中途，互汽车弄到死亡车祸。外送员交通意外事故定定发生，引起大家对治安问题的注意。半年前，伫个送食物件途中发生车祸，到即阵依然在福建的外送员讲，因为备台业者讲是承揽关系，无法度享有路健保，发生车祸只好家己认衰。工会保障势在必行的事，当然是觉得有是更好。外送的通常都是蛮年轻的朋友，因为如果说人命一直的流失，既然平台不为我们设想，那起码我们应该要为我们设想吧。马先是讲，食物外送员为了冲关外送的一撮数量达到奖金的标准，爱抢紧来接单，工作风险真悬，希望用个尽紧成立工会保障权益。有平台甲外送员中间是承揽，也是头家新劳的关系，到即阵依然有疑虑。劳动部才伫建议相关的指导原则，互地方的劳政机关执法时应有参考依据。如果他是受雇主指挥监督的话，他的订的契约即使是承揽，仍然会被认定为雇佣或劳动契约。将来定一个参考指引，去判断说什么样情况之下它是承揽，什么情况之下它是一个劳动契约。有些国家是强制要求说，平台业者最起码要帮这群外送员再加一个意外险，当他遭遇到职灾的风险或者是不可预防的这样的风险的时候，能够有相互上的最基本的保障。劳工团体认为，应该约束平台业者替外送员强制保险。而劳动部是讲，平台业者甲食物外送员中间的关系，即阵爱看个案来认定，毋是业者讲是承揽就准算。若是外送员发生这个灾害后，小被认定甲平台是头家新劳的关系，业者依然必须负起劳基法甲这个灾害的补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嘉义县环路乡是喜爱故乡，产量占全国的7%，但是今年因为可环欠收，和产期延到10月，县府就配合乡公所举办喜爱节活动，希望会使替农民斗卖。实然的下鸡啊，环路鸡啊已经到收成的时间，但是因为前半冬雨水无够，影响到鸡啊的生长，所以今年的收成较歹，嘛好原本9月就要收成的鸡啊，到10月才有。是不是只剩下2成？可是我们也没有说市值也没有涨很多啊，因为涨太高的话，一般来讲消费者也不会接受啊。价格比往年好一点点啦，没有多到一半了。大概多少？多的靠5块吧。哎。环路乡是菜鸡同大的产地，种植的面积差不多有350公顷。台湾有7成以上的产量拢伫咧遮，但是淡水期的状况，互收成只剩2-3成。为了协助农民，县府嘛发出1500万以上的天灾救助金，而且配合环路，搁来举办鸡仔节的推广活动。遇到这个暖冬的状况哈，所以之前可能有受到一些影响。那不过今天跟明天是在我们番路办理这个世界有鹅乐就是世界有鹅乐这个鸡仔节。农民表示，鸡仔损失的部分，县府的补助差不多1分地有6000块，因讲有替因减少损失，而且县府配合着乡公所连续2礼拜假日都有举办鸡仔节的活动，希望配合活动会用增加这鸡仔的买气。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2019年全球8大历史旅游目的地，亚洲总共有14个景点入选。咱台湾的东北角甲宜兰海岸景区连续第4年得奖。另外，潭国家风景区嘛因为宽湖自行车道甲电动船得到评审的肯定。为在福隆火车站附近的旧草岭棚空规划正做脚踏车道的设计，吸引真侪民众规家来骑脚踏车。对于棚空延伸到海岸线，20公里的宽纵脚踏车道，观光动线连接到附近的渔村，连接在地社区文化。规划很好啊，它蛮安全的，不会说危险这样子。对，然后长度也刚好，不会太长，然后也不会太短，然后小朋友都会玩得很开心。还不错啦，就是还蛮休闲的。而且里面还蛮凉的。环保阁带动观光，将做东北角甲宜兰海岸景区重要景点，连续第4年入选全球8大历史旅游目的地。而位伫中台湾的日月潭风景区，今年也头一摆入选。评审认为，日月潭的宽湖脚踏车道、电动车、也空中缆车，甲油湖太阳能电动船的网络设计，降低旅游过程中对环境的冲击。我们光节会来打造
5大的就世界级的自行车道，然后这次获奖的话，就是获得世界上的肯定，所以在国际行销上会有很好的加分。观光局讲，2021年将是台湾脚踏车旅游年，即阵设立整合中华全台脚踏车道。即摆2大景区核选全球8大绿色旅游目的地肯定，将是未来国际行销的一大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市民拢是海，毋过海洋教育才当咧起步。有一个西班牙的帆船运动选手，介意台东的好环境，嘛发现台东真适合推广帆船运动，就来引进西班牙儿童帆船，教囡仔驶帆船。这名西班牙籍的帆船教练，中文名叫做小辉，伫台东市换水湖开办教学生囡仔帆船。国庆日连续假期，有家长特别为花莲带囡仔来台东学开船。这个活动很少见，对，而且小朋友来这边玩，就是对他们来说，总比在家里面一直看平板手机的好。有这个小朋友，他们6、7岁，所以已经蛮厉害。小辉教练讲，伫西班牙帆船运动真流行，不过伫台湾真少看到，非常可惜。4年前，伊旅行经过台东，发现台东有海洋的环境，佮封闭式换水湖，真适合推广帆船运动。今年4月开办帆船学校，为西班牙引进小型帆船教学。我比较喜欢都是教学的方面，所以去年就是我去西班牙进口这种的船。我们还是一个岛国嘛，但是就应该是一个水域活动很蓬勃的地方。经过小辉教练3天的训练，这囡仔操作帆船的技术就真赞，随着风速快慢，稳稳操作帆船向前转发，解决航行的问题。小辉教练也希望这囡仔大汉了后，能到海上操作大帆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多云好天，只有北部山区、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中昼过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嘛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继续，咱来看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1台早起新闻，咱再会。